我们各地的莲友们，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大家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今天是阳历的1月1号，是新年啊！师父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吉祥。另外，我们今天跟各位大家介绍阎罗殿的1块钱。这个公案呢很好听啊，师父每一次不但讲给大家听，也警惕我自己。那么这个公案的内容呢，就在介绍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人，在一次聚会的时候，朋友就告诉他说：“哎呀，人生啊，死啊，非常可怕。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够活多久，但是往往都是计划着100年的大业，这实在是错了。我决定要重新规划我的人生，因为人生是无常啊。”这时候，这个名人呢，他不太理解，就问了那个朋友说：“是什么样的无常呢？我也常常听到这个名词啊，但是很难去体会啊。”这位朋友就告诉他说：“不久以前呐，我突然倒地不起，莫名其妙的就不能呼吸啊，被送到某一家的医院去急救。当时我完全不省人事，昏迷不醒，但是我却做了一场梦，梦里头所在的地方是一片黑暗啊，周围阴森恐怖。后来出现了一道光，光里头站着一个人，很威风，脸色非常不好看。我一抬头啊，心里面直觉这是阎罗王啦，他就赶快跟他说：“我有很多钱哦，我地位也很崇高哦，我不但有权力又有势力，希望你能给我机会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的。”阎罗王就问了：“你想想看，你在世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好事情呢？”这个朋友心里想说：“好事？什么样的好事呢？”他一时想不起来，所以就回答说：“我不知道做过什么好事，但是我有钱呢。”阎罗王就说了：“有钱呢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就让你交保吧。你有钱，我就让你交保。”这个时候，这位朋友就很高兴地说了：“不管多少钱，我都有，我都有。”但是阎罗王竟然却说：“不需要太多了，1块钱就可以了。”这个朋友就觉得这还不简单吗？他赶紧的往口袋里面掏啊掏，但是一直找，就是找不到1块钱。他很着急的看看周围的人呢，好像有曾经认识的人，他就赶紧的向他们求救：“你借我1块钱吗？”可是大家的表情呢，好像都很木然呢。于是他又向另外一边的人说：“哎呀，借我1块钱啊！”他们也是面无表情呢。他无奈的抬头的时候，阎罗王非常愤怒的说：“你既然没有做过好事，让你交保，却连1块钱也没有，你真该死！”就在那个时候，有很多牛头马面呢，小鬼夜叉呀，都一直逼近他。当他被吓得醒过来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正在生死的边缘，有很多医师护士正在旁边为他急救啊。当然呢，这一位很出名的人的朋友最后活过来了，所以他很感慨的就说：“人生啊，我们以为地位高、钱多、名气大才是最好的，但是什么时候突然一口气上不来，就这样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这个时候，就算你再有钱呢，你有地位、有权势都没有用的。”这一段的内容很精彩，讲述了这个公案以后，我们自己也感触良多了，所以对于自己的人生也做了改变。我们一定要把握当下，多做一些善事。人生有3件事不能等啊。哪3件事呢？第一件事，行孝不能等啊，要孝顺父母不能等。第二是行善不能等啊。第3个是念佛不能等啊。这3样事情，我们要赶快尽心尽力的去做。以后有朝一日我们离开了这个人世间，你才不会后悔，才不会遗憾。你在人生能够创造了应该尽的责任跟义务，而且你也认真的念
念佛，无形之中，因为你跟佛的缘很深，那么得到佛的救度，未来充满一线的希望跟光明。希望我们大家借此公案，要好好的警惕自己，我们互相来勉励。感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